强哥又给粉丝家里面量房啊！今天呢，我们来到天河区唐德花苑这边，咱们这位粉丝的话也是在抖音上面找到强哥的。现在的话呢，就让我们一起上去看一下我们这位粉丝的话呢，本次家里面装修有一个什么装修的一个个人需求啊，以及个人的一个設計想法到底是怎麼樣的，讓我們一起去看一下。走。如果即係最終選擇我呢邊嘅話，其實周期嗰邊唔使話過度去有顧慮嘅，因為我呢邊嘅話雖然係主打係做半包嘅，但係全包可以做到嘅服務，我呢邊都係提供得到俾你嘅，包括會幫你哋去審核相關主材啊，特別係全屋訂製或者瓷磚啊嗰啲都會幫你哋去審核嗰啲合同啊、訂單啊。同埋會幫你去選嗰啲敲定嗰啲顏色啊、主體嘅色澤啊，咁樣嘅話先可以最高還原度將嗰個 3D 效果圖還原出嚟嘅。即係好似啲窗啊嗰啲。係啊，包括所有個門窗，反正涉及主材類嘅，我哋會有一個表，有一個施工進度表。嗰個表嗰度嘅話，你相關嘅主材，我哋會計劃係提前15日就會去輔助你去進行選購啦。所以硬裝修基礎裝修嘅話係同你所有嘅主材係同步進行咁就唔會亂。即係話你喺選擇我哋之前，你可能就係話兩夫妻一齊商量裝修呢件事，但係如果選擇到我哋呢邊將前面嘅合同敲定落嚟之後，我哋就係成個團隊去幫你一齊去。計劃你屋企嘅裝修同埋選主材嗰啲都會全程協助你呢邊嘅。之後嘅話，我建議就係電視機就擺呢邊，沙發擺呢邊，因為你呢邊嘅話可能就係洗衣機放嗰邊嘛，呢邊會有櫃嘛，呢邊就不過你話唔中意咁多全屋訂製。係我唔係好中意全屋訂製，因為如果房間衣櫃唔做全屋訂製。我建議呢一板牆可以做全屋訂製，呢度一排櫃過嚟，同呢邊一齊就會比較大氣啲整板牆。佢唔會話整好深度大概係咁多，唔會好深就係咁多啦，就突出嚟呢度咁多啫嘛。咁就同呢邊嘅話就係俾人嘅感覺就係你嘅廳有幾大咧？就係呢板牆有幾大，你嘅廳就有幾大啦。即係話，假如我哋鏟咗呢層，佢呢度其實唔止一層，起碼有2層嘅離子粉喎。鏟咗，我哋就當一層嚟鏟啦，即係計費嘅話就計一層。之後嘅話鏟到呢個基層之後咧，正常嚟講鏟到呢個基層我哋就線灰㗎啦，即係油咗牆固就線灰㗎啦嘛。但係咧，佢呢個含水泥嘅成分比較少，所以佢起沙情況比較嚴重。一般嘅牆固嘅話，佢都係處理唔到嘅。正常嚟講，就係普通嘅裝修公司，一般情況下都會叫你打到建磚啦。但係我呢邊嘅話就係建議我哋用嗰個中基牌嘅468嘅一個接面劑，佢係有國家嘅執行標準嘅。之後咧佢油咗上去之後，佢就唔會再起沙。咁咧我哋過程中裝修呢個費用就會慳翻15,000蚊到2萬蚊之間咁啦。即係但係如果係呢個咁嘅情況，會唔會出現話後期會開裂好容易開裂呢啲咁嘅咧？會存在。不過講句真啦，如果係我屋企嘅話，我就唔打到建磚㗎啦，因為線灰嚟講冇話廣州成個廣東線灰冇任何一家裝修公司話向你承諾係絕對唔會有開裂或者有裂縫嘅線灰呢啲。所以其實線灰開裂並唔可怕，可怕嘅就係施工過程中唔細心去將個開裂個隱患降到最低，同埋一旦出現開裂之後冇咗嗰個售後服務嘅話，其實係最可怕嘅。開裂唔可怕，我覺得。